用 Grok AI 做 4K 影片，哇，都冇咁易。咁喺瀏覽器度打 Grok AI，Grok AI，跟住 Enter，跟住呢度撳 Grok，咁就去到 Grok 嗰個畫面。咁我哋揀 Imagine，咁呢度你就揀你個影片嘅長闊高。咁譬如16:9，咁你可以先生成圖片先又得，直接做影片又得。咁而家先生成圖片，咁就已經預備咗一啲提示詞，咁就撳入去啦。咁生成圖片就需要少少時間，咁揀呢一張啦。咁如果 OK 嘅，呢度咧就可以製作影片。咁呢度有幾個模式俾你揀嘅，咁揀 normal 啦。咁都算快嘅，Grok AI 生成影片。咁啊，生成咗影片啦。咁點樣可以揀 4K 咧？咁呢度有3點，撳入去，升級影片揀。咁呢度升緊級，咁就升級咗 4K 影片啦。咁跟住就 download。咁呢個就係 4K 影片啦。多謝收睇。